Hello， 大家好！話咁快又到夏天啦，天氣咁熱，梗係要開冷氣機啦。但係下都開冷氣機嘅話，電費都幾襟計下㗎。市面上又有咁多唔同種類、品牌、匹數嘅冷氣機揀，究竟點先揀到一款最啱自己屋企而又最慳電嘅機款呢？定頻式、變頻式、窗口式、分體式就聽得多啦，但你又知唔知佢哋嘅分別啊？今集會同大家介紹下到底唔同種類嘅冷氣機係點運作，再嚴選出最慳電嘅機款。當然唔少得同大家推薦下由6大品牌所推出嘅冷氣機啦。佢哋各自嘅規格同埋賣點都唔同，梗有一款啱你心水。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啊！首先想講講定頻式同變頻式冷氣機嘅分別。定頻式嘅冷氣機係冇自動調節轉速嘅功能，只可以一直維持喺高轉速，亦即係以最高嘅耗電量模式去運作。佢達到設定咗嘅溫度之後就會停止製冷，到溫度上升返先會重啟去調節室溫。雖然佢嘅價格係比變頻式嘅冷氣機平一啲，但就冇咁慳電啦。當中壓縮機要不停重啟去到保持室溫，過程中要消耗唔少電價。冷氣開關嘅次數越頻密，耗電量就會越高，長遠嚟講就唔太划算啦。而變頻式冷氣機嘅壓縮機就可以喺一定嘅範圍裡面自動調節轉速，開着咗之後就會用高轉速去運行，亦即係所謂嘅起泵。但當室溫跌到去預設溫度嗰一陣，壓縮機就會自動降低翻轉速。佢以低轉速去運行，成功慳翻唔少電價。消委會嘅測試報告同樣反映出，變頻式比傳統定頻式嘅冷氣機有較高嘅製冷能源效率，更加之合乎能源效益。最重要嘅梗係慳到多啲電費啦，全年慳到大約40%電。變頻式同埋定頻式嘅冷氣電費開支最多可以相差90%咁多。款式方面就有分窗口式同埋分體式啦。窗口式冷氣機係市面上最常見嘅機款，機身包括咗製冷同埋排風嘅部件，佔位少啲，安裝過程亦都相對簡單。通常都會將窗口式嘅冷氣機連同製冷部分嘅壓縮器一齊擺喺窗台。買機嗰陣可以視乎翻屋企有冇合適嘅窗台位置，考慮埋冷氣機嘅大細盤配合到窗框，確保適合喺窗框度安裝。而分體式冷氣機就可以分做室外機又或者室內機。室外機係由壓縮機同埋散熱冷凝管所組成，而室內機則係由冷卻盤管，佢哋係需要通過管道互相連接，令到系統運作。佢仲可以分做3個選擇，分別係壁掛式、隱藏式同埋雙型落地式。大家不妨參考下以下呢一個圖表，比較下窗口式同埋分體式冷氣機嘅優缺點。跟住落嚟就會同大家分享8個變頻式冷氣機系列，當中4個系列係屬於窗口式冷氣機，而其餘嗰4個就係屬於分體式冷氣機。我哋仲製作咗一個6大品牌變頻式冷氣機大比拼列表，詳細咁記錄咗唔同系列冷氣機嘅規格、遙控配置同埋功能等等。有興趣嘅觀眾歡迎喺我哋 Facebook 冷氣機選購攻略嗰個 post 底下留言索取。窗口式冷氣機方面就會推薦翻格力嘅 GWF 系列、Panasonic HU 系列、開理 EAVX 系列同埋美的嘅 Cubic Cool 系列。佢哋全部都係屬於變頻式冷氣機，匹數方面嘅選擇有3/4匹、1匹、1.5匹、2匹同埋2.5匹。以下介紹嘅型號大部分都有手機 WiFi 遙控，夠晒方便。第一個要介紹嘅就係格力 GWF 系列，佢特設雙黑鑽散熱塗層，有效保護翻散熱器唔受環境污染所侵蝕，仲配備埋3合1嘅抗菌過濾網，阻隔翻塵蟎。佢所有匹數嘅機款都有手機 WiFi 遙控器，同埋貼有1級能源標籤，絕對係節能慳電之選啊！Panasonic HU 系列同樣值得推介，佢配備咗可以獨立運行嘅 Nano EX 空氣淨化系統，全天候24小時淨化空氣，徹底除菌除味。佢亦都設有4合1抗菌過濾網同埋獨立抽濕功能，當中1.5匹、2匹同埋2.5匹同樣係1級能源標籤。至於開理嘅 EAVX 系列就特別在於佢內置咗 Ion Plus 高濃度正負離子，可以主動除菌。另外特設埋 Active Clean 雪型洗功能，有效清除翻機入面嘅污垢。當然唔少得佢特設嘅3合1納米銀負離子防塵過濾網啦，高效抗菌、淨化空氣兼防霉防臭。佢同時設有 X-Eco 超省電模式，慳到成高達34% 嘅電價，真正做到慳電之餘又環保。而保用期更加升級去到4年全機同埋5年壓縮機保用添，當中3/4匹、1匹同2匹達到1級能源效益標籤，亦都配備埋手機 WiFi 遙控器。而美的嘅 Cubic Cool 系列冷氣機具備咗 UV Pro 同埋獨立抽濕功能，最特別嘅莫過於佢有呢一個 Eco 模式，運行8個鐘都只係需要用到2度電，3/4匹、1匹同埋2匹都貼有1級能源標籤，全部都支援手機 WiFi 遙控器。
至於分體式冷氣機方面，就會推薦翻 LG 嘅 DuroCool 系列、開利嘅全直流變頻式分體機冷暖型、格力嘅 GISF 系列同埋30重工嘅420纖巧型變頻冷暖分體機。佢哋唔單止全部都係屬於變頻式冷氣機，仲要每部都貼有1級能源標籤。第一個想介紹嘅分體式冷氣機機款就係由 LG 所推出嘅 DuroCool 系列啦。匹數選擇方面有1匹、1.5匹同埋2匹，佢加入咗創新嘅 UV Nano 消毒技術，當中嘅 Plusmaster Ionizer 離子空氣清新功能更加係經過認證，可以有效去除到99% 嘅細菌同埋異味。另外，佢用咗雙迴轉變頻壓縮機，可以更加快速冷卻，更加耐用，運作亦都更加寧靜。而用家只係需要透過 LG ThinQ 手機應用程式，無論喺邊都可以透過個 app 去開，又或者去熄冷氣，咁就唔使擔心大頭蝦唔記得咗熄冷氣出街啦。值得一提嘅係 LG 提供咗10年嘅雙變頻式壓縮機保養，絕對係最安心耐用嘅選擇啊！至於格力嘅 GISF 系列，匹數選擇有1匹、1.5匹、2匹同埋2.5匹，採用咗黑鑽散熱塗層，有效保護翻散熱器，增加散熱效能，阻隔埋酸雨同埋污染物嘅侵蝕，令到佢更加堅固耐用。當中應用咗 Cold Plasma 冷頂離子殺菌技術，同埋配備咗6合1嘅空氣淨化過濾網，有效抗菌防霉去甲醛，令到空氣更加清新。開利嘅冷暖型全直流變頻式分體機同樣值得推薦，佢配備咗4合1冷觸媒活性炭銀離子抗菌過濾網，高效抗菌之餘仲防霉防臭。佢更加設有呢一個 Ion Plus 高濃度正負離子，主動除菌同時淨化空氣，1年4季都啱用㗎。用家亦都可以選擇翻 X-Eco 超省電模式，冷氣機會自動智能調節翻操作模式，稱得上係環保慳電之選啦。而匹數方面就有1匹、1.5匹、2匹同埋2.5匹，全部都貼有1級能源標籤。最後又點可以漏咗30重工嘅420纖巧型變頻冷暖分體機呢？匹數選擇方面有1匹、1.5匹同埋2匹，佢應用咗 UV Clean 紫外光淨化技術，有效抑制99.9% 嘅病毒同埋細菌。佢更加配備埋3重過濾網同埋智能防霉封，一機滿足晒防霉、抗菌、除臭3大功能。而30重工專利嘅噴射氣流技術，令到呢一部冷氣機實現大風量、低震動、低噪音。加上佢採用咗 DC 直流電機，會更加之節能，穩定性更強，可以稱得上係全能之選啊！唔講都唔知啊，買冷氣機都有好多地方需要注意㗎。想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的話，就要快啲 mark 低以下嘅選購貼士啦。第一個當然係要留意冷氣機嘅能源效益級別啦。能源效益嘅級別分為1至到5級，1級係代表能源效率最高，即係最慳電。以窗口式嘅冷氣機為例，1級能源標籤就比3級嘅慳電11%，至於1級分體式嘅冷氣機就比3級嘅慳成36% 電咁多。所以冷氣機越符合能源效益，就會消耗越少嘅電力，可以慳翻唔少電費㗎。普遍香港人瞓覺嘅時間都唔夠，所以必須要注重睡眠質素。而窗口式冷氣機因為壓縮機嘅部分喺機身入面，開着嗰陣少不免都會造成一啲噪音。但好多生產商都推出咗唔少標榜寧靜嘅機款，買嗰陣就可以留意下有關噪音分貝嘅資訊啦。如果屋企人對塵蟎敏感，冷氣機有冇配備到濾網就相當重要啦。冷氣機外加靜電濾網，甚至係 HEPA 濾網，而又有定期更換嘅話，係絕對可以減少翻致敏源進入封閉嘅環境，減少翻敏感問題。唔少冷氣機都配有遙控，而部分近年新款嘅冷氣機仲配有手機 WiFi 遙控器，可以設定翻唔同嘅模式同埋預設開關時間。如果你成日都大頭蝦唔記得熄冷氣，買嘅時候就最好揀翻啲有 WiFi 遙控器功能嘅型號啦。相信大家睇完呢一條片之後，對於唔同種類幾款嘅冷氣機都加深咗唔少了解。最後想提下大家，如果想要6大品牌變頻式冷氣機大比拼列表嘅話，就記住喺我哋 Facebook page 底下留言索取啦。唔知你對呢一條片有咩諗法呢？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